据说这段现如今被当作笑话的世纪合体，在当初却是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。时间2001年，地点是第3届金曲榜颁奖典礼现场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的几个月，谢霆锋才刚刚和王菲公开了他们的第一次恋情。然而彼时的二人却似乎正在闹冷战。或许是因为赌气的关系，谢霆锋竟毫不犹豫地坐在了张柏芝的旁边。尤其是当谢霆锋和张柏芝互动的那一刻，王菲不禁的眼泛泪光，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着两人。而彼时的摄影师似乎能够洞察一切，将这一幕永远地记录了下来。多年后，当谢霆锋被问及这段感情时，他也诚恳表达出了自己年轻时的不足和无知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海深水味，你的诺言廉價的飄蕩在我耳邊。即係我自己，如果要俾我處於屋企嘅親情、愛情，都唔係我嘅強項嚟嘅。